由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我若看见大姑娘，都会想到天后叫我公主好汉莲，还有被我所害，因此魂消魄散，无正常。什么？无正常？无对，完全都是被我所害。啊！大姑娘，大姑娘，大姑娘，你是安怎啦？大姑娘，伊是要叫我自杀。啊？迄个毋是我咧讲，大姑娘，啊人俗语人咧讲，人死不能复生啊。啊，若有村啊过身去啊，你就爱接受这个事实。啊，为什么安尼三番两次安尼执意要找死？是啊，啊你安尼不但叫阮无法度向有村啊甲族阿伯交代，而且我相信有村的伫地下若知影，嘛无一定原谅你啊。你一定爱坚强起来，大姑娘。是啊，就算讲吼，你无替家己想。啊，你嘛爱着替腹肚内迄个囡仔设想，对无？啊，你有啥物资格连腹肚内的迄个囡仔拢做一个害事？你安尼敢对得起有春啊？啊，有春啊，若地下吼，若知吼，伊嘛袂原谅你，伊嘛袂甘心。大姑娘，阮知影你是因为对尤春啊太过亲切，才会甘愿要对去。但是，如果你听好好话落去，我相信有春啊会更加感激你才是。你好好想看觅，阮两个无爱阁搅了。大姑娘啊，这条吼，这条菜单吼。是以前有村啊留落来，啊我即马限你，吼，啊你一定爱甲带踮身躯边，爱好好爱惜伊呢。啊若看到这条油带吼，就敢若有村啊时常伫你的身边共款啦，吼。好啦，啊这粒珠啊嘛是有村啊的义物，我嘛将伊交互你，啊希望你吼随时带伫个身躯，啊看到伊就好亲像看到有村啊啦，吼。才能抱他。你讲的拢是真实的？我是惊无求甲悲哀。假使若真是有一天，因摕着厂的烟枪去盗玉子，转去天界，那咧阮就无法度阁见面啊。所以我毋知伊是着急，这尔也无顾一切。原来是安尼，莫怪你将大姑娘看作是好汉恁的时阵，会遐尔啊惊伊。你是认为？这件代志，好汉恁伊绝对袂放你煞。我唔知影，我唔知伊是毋是会放我煞。伫咧大姑娘还免出现以前，我根本就无想到这个问题。一直到大姑娘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头前，我才开始烦恼这件代志。我想应该袂安尼才对啦。大姑娘伊并毋是好汉恁啊，假使伊若要找你算账，嘛无需要这么麻烦啊。是啊，我本来嘛是安尼想，也毋过。借问一个吼，两位姑娘啊，啊，毋知影遮什么所在有客栈哦？两位阿伯，你是为外地来的吼？是啊，啊，阮都对迄个做庄脚遐来的啦。是啊，什么叫做庄脚的庄脚？我问讲哦。哎呀，煞毋知装卡的装卡。
哦。阿伯，你着行好啊吼。到啦。哪有人？哎，哪会米店啊？阮是要来住客栈的呢。阿伯是安尼啦，这吼一切拢是我家己私人的安排，是一片的好意哦。搁再讲吼，我知影你是头一摆进城，所以我看伊望恁不如吼暂时倒来这间米行内底，而且买当先带客栈的钱啊。哦，够影咯。是啦，我知影庄卡人一向拢较勤俭，啊无吼，今仔日就爱委屈两位阿伯，暂时先住在这，安尼吼，才袂浪费住客栈的钱啦。真实的哦。啊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迄种条摆吼，甲迄个真落魄的，两个人佫真趣味哦。嘿，就是安尼呢。啊，因两个吼，我要甲咱办桌啦。啊，因为手路菜唔知啥款。哎呀，啊，等即久就去买菜啊，菜买倒转来哦，咱就知啊。哦，安尼哦。不记啦。阿爹，安尼啊？对，安尼。恁倒转来上届拄好啦。啊，早听哦，我这物件摕你来内面藏好好势哦。咱斗阵来去街啊，来试穿新郎衫甲新娘衫。阿爹，婚礼吼，愈简单愈好啦。啊，上介好是只咱家己的人啦，啊，佫王大人啦，啊，佫有阮这个衙门来的同事就好啦。是啦是啦，阮嘛是安尼想啊。哦。对。安尼啊？迄遗如甲玉芬讲吼，希望会用的吼，先认你吼，甲阿伯做仪表甲义父。啊，英暗的婚礼上吼，因嘛才有一个主婚人啊。哎呦，安尼哟，安尼实在是足好的，有够好啦！这我甲恁范阿伯哦，求之不得的代志啦，足好的，足好的。这唔是敢若讲因死的囡仔吼，要亲上加亲的安尼，咱两个老的嘛变成隔壁亲家。两位总部头代志满咯，中港7号单独闭馆的合同已经倒啊咯，而且佫爱走入台湾，当作认真。我看啊，你问问婚礼伊都爱取消。亚会活动还佫在继续，咱爱赶紧救大姑娘较要紧。这个活动吼，有影害死人啊！迄若早知影吼，当时吼都免替伊解开乌灵之毒。少少人，第一咱俩一只三角啦，变甲1文钱啦。啊，第二只比鸡鸭搁较贵，要手人唔知安尼。搁对咩？莫我激着，家己来服。甲拖甲，咱这阿伯来咯，啊，甲后母来因抢淡薄菜钱。那三角来叫声呢？有可能哦。头这个虾唔知会长钱无？袂啦，我想哦一定大只，咱来找看卖。找看卖，找看卖。哪里看？是啊，来这个才大了。你看，那啥？哦，千年双王，哇！哎呦！纯金的带刀呢？哈，纯金的哦！哇！啊，这是什么东东啊？这
是写啥呢？啊？这位亚明主席，我唔知啊，这是环保头送我。这个又大。你家下这我的身上创啥物？这是社保头听我的，讲是阮离婚过的。看起来，这个纸我敢真难吃，但我一来提啊，换淡薄仔钱，这个走路费。你们吵啥？暂时，等我换钱倒来了后，才带你到远走高飞啊！丢人！对老姐嘞，你煞袂记得我遐对影神通本事，快快双手就绑，也嘛无，就怪阮对你出手无情。怎么？怎么样？你嘛是无心的。好，莫搁讲遐济，先救个阮较要紧。你甲正常，你甲正常的。啥话啊？你咧讲玉芬伊的伤痕会影响伊将来生育的问题哦？哎呦，这去，拄只大王，讲玉芬拄啊吼，真不幸伤着要害啦，也加在吼，伊的性命还佫保存伫啦，咱拢爱感谢菩萨呢。是安尼哦，哎呦，感谢菩萨咯。不惨啊！当日我是要安怎对祖先交代到？阿爹，是安怎啦？是安怎？你敢唔知讲咱冤家单生，你食汤汤丸是孤囝呢？要玉芬无法度同我替你生育，咱冤家就变绝事啊啦！迄无要紧啊，无要紧。当然无要紧的，迄大要紧的咯。你若真是娶玉芬啊，呀，玉芬佫无法度同我生育，咱冤家就变成绝香烟。呀啦，安尼我对祖先是要安怎交代到？阿爹，迄是我的代志啊，无法度向祖先交代。啊，甲阿爹你有啥物关系？啥物无关系啊？来，我问你，你的婚事什么人咧做主的哈？是阿爹啊！对啊，你对晓咧讲咧，既然是我咧做主的，当家就是我爱负责任啦。呀，你若是要娶朱姑娘这桩婚姻，恁阿爹要用心考虑。阿爹，来，你讲，到即摆朱表啦，朱姑娘啊，认我做契弟啦。从即摆开始，你爱就用玉芬啊，当作讲是你的小妹妹看待，知无？阿爹，阿爹。无救的，安怎是？阮阿爹无爱互我娶玉芬啦。哪会安尼？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。
呀！哎，你敢来救，闹无用，我心肝内，足艰苦的呢。讲正经的，我足爱玉芬哦，互阮后生做某，互我做新妇。啊妈，阮若斗阵落去交替，我要安怎对阮祖先交代？哎呀，老兄弟啊，莫安尼啦！人讲啊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啊，朱姑娘这回啊，伊的性命会当保全的咧，这就是表示讲咱范家的祖先啊，正灵舍，暗中有伫咧保佑着伊这个未来的新妇啦。啊，你哦，就莫甲想遐多。你干那有对好的甲想嘛，吼？是啦，大不了吼，叫恁囝甲苏姑娘吼去认一个囝，安尼嘛是同款，会用传续恁兜的香火啊。对，老兄弟啊，啊无安尼啦，哈。祝孝爸的吼，有一个新妇啊，最近有生啦，将来若是生的时阵啊。啊，会用你互朱玉芬认做客囝，甚至啊，生足番两世，你看安怎？好啦，就安尼啦，行啦，我即摆吼就带你来周府个看我的新妇杜碧华啦。恁新妇住伫周府个啊？碧华，这家手指送你。咦？多谢阿爹。稍等，阿伯吼，甲恁阿爹去田里福田甲仔的时阵吼，嘛去无意中啊，福一条这个千年的树马，我这条送，通哦，互你保一下身体。多谢姐姐夫。袂啦。我想，这张相红，我想要转送啊朱姑娘，因为朱姑娘身受重伤，疗养的期间更加需要。搁再讲，伊的受伤，我应该负真大的责任。这遮尔贵重的物件，实在是。当你咧讲了实在啥物？人迄是杜姑娘好心要送啊玉芬的，我当你咧讲客气啥？是啦，请范大哥替朱姑娘收落来。这啥啦？客气来啦，人要互玉芬的啦，毋是要互你的。若安尼，我就代替玉芬收起来，代替玉芬向你谢谢。阮客气啦。你看，杜姑娘要将这张千年的双王送予玉芬治伤，你看应该安怎处理才会当发挥伊的药效咧？千年新王，真好啊！我看卖。这是自动的，嘿，行动。靠！例如啊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你咸行咧是要去倒啦？我要去找那个好安尼，我甲伊问清楚，是哪伊做一个先生，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要来报复玉芬，3万两厝，要害死玉芬。你是讲什么好汉人啊？你是讲杜姑娘是？无唔对，实在是玉芬怀疑伊是天后公主，好汉人所无错。伊的目的就是要来接近玉芬，报复玉芬。原本我嘛歹相信，但过我看到伊摕这弹伤害玉芬，害玉芬差一点仔死喺河童的手中，即摆又搁摕种制毒的物件，现做是千年神王，要来毒害玉芬，我哪用抵挡住？我一定要去找伊，问清楚明。伊如你嘛较冷静的，那这是双王也好，杜芬嘛好，人这是两位阿伯原本要送予杜姑娘的，并非杜姑娘恶意要送来玉芬啊。是啦，一路是你误会啦。
是毋是误会？我一定要找伊当面问个清楚。有可能，真落去，甲周晓办，伊嘛是强魔。伊如，就算讲道姑娘是正式的，系天河公主何含烟啦，伊又搁有啥物理由要来加害玉芬呢？是啦，你拄则讲，何含烟要报复玉芬，到底是要报复啥物啦？敢讲玉芬有做出极端对不起何公主的代志咧？啥物？水神？水神？ 20多年前，这张大水内底真奇怪。会记得迄一天啊，雷公醒啊，气客叫，风云高高。这张大水啊，哪就在天顶一只王倒落来。是啊，这张大水呢，内底非常的险恶，害得着千千万万的百姓，无家可归，家破人亡。原来咱的精神，都是害得千万无辜是百姓丧命的罪孽。咱根本就无资格搁活在世间。咱不如让自尽公正，向天地，向千万无辜的百姓赔不是，以表示咱的忏悔。 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咱不如让自尽公正，向天地，向千万无辜的百姓赔不是，以表示咱的忏悔。 你啊，福建，你不要安尼做，你若真是要安尼做，连我实在看下去哦。拢怪我搞的，我不应该甲你讲啥。你若开心要跳下去，我嘛跟你做下去好啊。若无，玉芬来死了，我是要向玉芬交代。 让我你安尼做，我是唔甘离开你，才无讲一切，甘愿无完天条，甘死嘞！你莫因为有罪，变变落烦你，你何必得搁这么固执嘞？是叫黄子比，若无论罪，我甲牛舅，拢应该踏入这世道，永世不得轮回。 亲像玉芬天尊迄日所讲，我甲彼人随时也不能对上阮两人，祸害汉奸，千万免是无辜丧命之罪。阮该死，阮家都该死。三位施主，久违了。 你敢毋是？所个法，伤心人白黑啊！阿弥陀佛，我乃是奉着阮师尊之命，特别前来。奉恁师尊之命，敢问令师是？上命下正。了情师傅，就是互咱一句客语，叫咱中秋不入庙，木求不可休。迄个苗情师傅。 就是周春云阿哥啦，我知啦。妙静师傅近来可好？真好，只是袂当放心两位的安危。这正是师尊以为伊袂当化解的疾病。何必？为着阮这两个造祸凡间的罪人，何可呢？妙静师尊派我顺利而来，是要转告两位一句话：会善君。 立善功，积善德，但看将来，人无定势，修正业，起苦不得，狂妄。
阿弥陀人无定势修正业，岂可不得空枉费？人无定势修正业，岂可不得空枉费？咱不应该以死倒罪，咱应该爱尽心行善，以报正邪冤冤。对。哦，正顺金的，我有试食过啊。这顺的金啊，顺的金啊。是讲，哎呦，恁都唔知，最近哦，金啊较落价啦。嘿，这个一两的金啊吼，差不多价值咧2、3两银尔，吼袂来唔太啦，哈哈。啥？一两金值3两银？你讲对啊？唔对？对，一两金哦，上少嘛爱值25两银。讲甲恁两个，两个少年，两个少年咧，这恁都唔知啊。恁这种思想就较早吼，咱讲啊迄种思想，即马无共款啊，时代改变啦，应该讲起来较早样，一两金啊20、30两，也毋过即马是2、3两尔咧。我甲你讲，恁爱有这种思想，啊若无是对时代袂叫做落伍，知唔知？啊？安尼要安怎？欠钱用。好啦，好，安尼好，无我来，好，现金无恁啦，等下。什么鬼呢？呀啦！较紧的，是安怎啦？较紧是真福州啊！啊无吼，今仔店头家尸体一旦叫人发现着，咱就凄惨。老板娘啊，两位阿伯，恁哪会摕包袱啊？要创啥？看恁的模样，敢若是亲像要离开州府个咧。是安尼啦，着今仔早起哦，我去外口找到一间厝啦，环境袂歹呢，足清幽的啦。我想讲吼，即马来去遐住，以免吼打了州府个甲两位补头。这个代志咱唔想互阮知影啦。其实州府个客人真济啊，恁何必就搬出去咧？安尼敢是加开钱？是啊，歹势啦，两位捕头啊，这无讲实在啦，阮拢对庄口来的啦，都较袂习惯吼，住这安尼万行拢就讲规矩的，所以阮原来是安尼哦。毋过恁嘛免安尼透明咧搬走啊，而且也无空讲一声，这未免伤无够意思嘛，对无两位阿伯？两位捕头，这要怪吼，都爱怪我啦，这拢是我的意思啦。阮是惊讲吼，阮若甲恁讲，恁一定袂答应啊，所以阮才打算先定定离开遮。明仔载吼，再搁倒转来甲恁讲啦。是啦，你啊，富舅，去，咱赶紧赶来去告伊金仔店，拄则有人来报案，讲金仔店的头家去互人杀死，而且金仔店一寡贵重的物件，嘛去互偷摕袂少。顾老板被杀，这是什么时阵的代志啦？我嘛无啥清楚，我已经下令封锁城门。咱也是先赶来去看卖，再搁讲。行。两位阿伯甲大姑娘诶，若像无声无息就安尼走去啦。这敢是迄两位阿伯？你是啊，无意中伫山洞所得到迄支金块刀的。
连同迄本《天水结面录》，以及你所讲的下行胆，甲这支地刀，拢总是两位阿伯在一起约一只残甲的时阵，伫迄个山洞无意中所得到。这是我甲吴舅所发现的。你讲，害死郭老板劫财人，毋就是上莫下去，咱去现场，搁再检查一下看。手指，害死郭老板劫财用手，已经真明显啦。已经确定我是足摇摆甲真路票，已经投票互因三人。这哪有可能？这哪有可能的？因三个人是遐尔忠厚善良的庄脚人，你三个人哪有可能做这种代志？你嘛紧想看有一个办法，通紧离开这个福州啦。写问张暗，都已经互福州界的人马封锁起来，咱是要走去地咧。毋过吼，安尼秘地遮嘛毋是办法。我为张暗以后较即马，搁安尼落去吼，较算吼无叫因掠去斩头吼，嘛会活我吼枵死地遮。我去找一寡物件倒转来。啊是要去倒去找啦？我来附近的人家找看卖，甲因讨一寡食物件倒转来。对，听讲张暗故意金色被劫，伊的头家郭老板原来去互杀死。这是事实。啊，有查到嫌疑犯无？回滨案件代志已经算数。哦，嫌疑犯是两男一女，已经回到通灵各处通缉了。真好。对，赶紧将这个案件来甲破，嘛通互我请啉喜酒啊！多谢案官大人。大姑娘，杜碧华，你敢知影？这就是命案的现场。也若安尼，你就是杀人的凶手。大人，我毋是凶手，我确实毋是凶手啊！这颗手指会伫咧命案的现场死者的手中咧。我毋知啊。大姑娘，你一定爱讲实在话，若无，颠倒对你不利啊。是啦，杀人的是毋是足摇摆甲真落魄？是毋是因呢？绝对毋是因。那安尼，这支金地刀为何插在郭老板的腹肚顶？我昨下也看见讲，这支刀是伫咧竹孝伯的身上啊。你甲老实讲。就算我讲的是老实话，你嘛袂相信。只要你讲的是实话，案官大人自有判断，绝对袂去冤枉你啦。是啦，大姑娘，你紧讲，你用我做事实的辩解啊！是你知啊？为暗暗时阵，这卡手指已经变形啊！我想要找一间金仔店，甲翻修一下，然后将这卡手指送予朱姑娘。敢着安尼？是啊。朱姑娘是因为我身受重伤，我心内实在足艰苦的。搁再讲，等伊伤痕也好了后，就要甲范无救成亲啊。所以，我想将这卡手指送予朱姑娘，作为伊新婚的贺礼之一。哎呦，免这费气啦，咱就买一卡新的送去倒啊，何必倒啊？郑阿伯，何必加开钱呢？规定我嘛无爱断手指啊，阮就将这卡手指翻翻一下，
安尼就会用一啦。三个人来到金仔店，将甲变形的手指交予老板签收。阮就去街仔踅踅，当阮转来时阵，我发现高老板把人杀死伫遮。当时我有第三者，我就去将这下手指交予死者。但是，阮来到金仔店的时阵，有看到三个人拄啊好要离开遮。是郭老板的离房业势，以及金仔店内底的师傅尤家宝，阁有一个师仔关世文。那安尼，因三个人安怎讲？因三个人偌好斗阵要上街去采买中秋节的节过，因此拄啊伫咧杜碧华拄啊要入门的时阵，因就当时离开了。所以讲，因并无清楚讲杜碧华因前来的目的，但是伫咧夜市因三个人转来金仔店的时候，就已经发现到顾老板的尸体倒伫这个所在。恁敢有去街呢向遐个店家求证，讲在这个命案发生的时阵，因三个人是不是有真正去办？已经求证过了，业势确实有去街仔买物件。杜碧华，照安尼看起来，你甲足晓摆真落魄，嫌疑上大。大你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我确实无做这件代志，不是阮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。你甲足晓摆真落魄，嫌疑上大。大你，冤枉啊！冤枉啊！我确实无做这件代志，不是阮。大官娘，为今之计吼，你上好将足晓摆迄甲真落魄的下落甲阮讲，阮也好处因两个人供词，进一步了解此案。若无吼，恐惊恁真歹洗清恁的这个罪名。是啦，人情物证对恁是非常的不利，你一定爱好好甲阮合作才用哩啦。紧甲阮讲，足晓摆甲真落魄，因即马伫咧倒位啦？两位阿伯，这包仔内面吼，除了有一寡饭圆啦，还佫一寡菜脯，还佫有一寡咸鱼甲咸肉，要互恁炸去。万一半路上若佫腹肚枵的时阵，通仔摕起来食。多谢，真多谢姑娘哦。袂啦，两位阿伯，狗也无需要遐尼客气。我以前的环境嘛是足无好，也是需要人来斗相共，才有今仔日。所以吼，咱人甲人中间，若是有啥物困难的时阵，应该要互相照顾，毋则对。才有一寡原谅，互恁摕去做路费。袂用哩，这贵重的物件，我袂能甲你收。袂要紧啦，厝外总是无方便，恁做你摕去袂要紧吼。袂用的啦，袂用，袂用。摕去啦。袂用的，袂用哩啦。袂用的啦。阿母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原来是安尼哦。两位阿伯，你就免遐尼客气。这钱财乃是生活之物，咱用有够就好。咱若有剩的，咱会用加减摕出来帮助别人，对无？两位阿伯，恁就毋通搁再提示啊！恁若搁再提示，我甲陈花先收起哦。这，多谢公主啦。阮哦，确实袂用收啦。这是为虾米咧？都，阮都有银两啊，阮哪会通阁摕公主你的钱呢？两位阿伯果然是善良的啦。也毋过，恁身躯既然有银两，这为虾米要互过巴肚呢？其实一言难尽。讲真诶吼，阮若照实讲出来，即马嘛无人会相信。阿伯，做你照实讲出来袂要紧，有定条公心，伊有法度甲你斗相共，嘛无得卡。啊，请稍等。波头，你问阿伯是啥？
安分待人，因两个就是咱急要找人啦。你是讲，因两个人就是足遐摆甲真落魄？三个人讲拢同款，搁再加上本官，我嘛袂用相信讲因三个人是迄个为着钱财来杀人的恶徒。尤其是足遐摆甲真落魄，我甲田火也嘛有摕钱要帮助伊，也毋过因着坚持毋肯，搁较无可能是为着钱来做这个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也毋过，这么人情物情，对因三个拢真不利。这是要叫本官如何是好呢？大人，依法先将杜姑娘因暂时收押待审，是毋是有真正的凶手？我甲两位捕头会真紧查明。只好如此。这桩案件，伫咧王大人对南台岛转来以前，暂时由本官来代理。也毋过恁三个，就爱赶紧去查明真相。是。必安，记住。好惊死哦！啊，我拄则去厕所吼，发现一个怪事啦。怪事？你是讲故意金仔店内底的厕所四面的壁拢擦是红色的油漆？而且油漆拢还袂干，我较肯定，一定是这两天来才去油漆的啦。是讲，虽然伊的厕所四面的壁拢擦成红色，是有一点仔奇怪。虽然英雄不懂，也毋过大哥老板的死，敢会有什么牵连？必安的怀疑，敢会是凶手伫咧杀人了后，我去金仔店内底的厕所所留起来的血迹。随后，伊才将四面的壁擦成红色，来掩盖伊的血迹。无毋对，这件代志确实是真可疑，所以我甲必安拄则才去请教合作，甲几名资深的捕快。对这项事情，向因做一个请教。根据因的经验呢，凶手在杀人之后，因为心理甲生理上的作用，往往大多数拢会尿急。所以讲，伫咧厕所的内外，往往会当查出到这个凶手的血迹。那安尼讲起来，这个红色的油漆，就是凶手伫事后发现伊留了血迹。才暗藏所藏起来，真有可能。如果咱所想的是正确，那安尼凶手一定是郭老板因家己的人咯。行，咱来去查股价，命案发生的迄一天，因所有人所穿过衫裤，尤其是裤头顶挂，看是毋是留血液伫的。无紧，你上厕所的时阵，是毋是爱先掏裤头？免怨叹，免忧愁，荣华富贵毋免求。是好是歹在人受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想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